7点，大地震上无13个人死亡，数10人受伤。地震尾摇8外界，断水断电，救灾困难。台积电表示，日本厂所有人员拢平安，也已经完成检查。经济部发出明稿，讲台厂营运暂时无受到影响。南投台十六线发生连环车祸，4台汽车甲1台乌托邦拢做伙，零件落开4架，3个人不幸死亡，4个人受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9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来看日本昨这场地震事当时呢，拄好有咱台湾人伫日本的新本城去翕到这地震的画面。根据关公司的消息，目前呢，咱台湾是无旅行社来通报讲有受到影响的。也那总统赖清德也伫咧社群平台答文，随时来注意后续的发展。另外，咱台湾目前也已经准备好势，随时会当提供帮助。大卖场内底的民众拢真惊吓，还有囡仔大声咧吼。架顶的商品搁车落来，甚至搁有人互地着，其他的人拢赶紧来斗相共。日本新本县伫咧日月下晡发生规模7.1的地震，互真侪人心惊胆吓。伫咧新本城搁传出声响崩落，有台湾的旅客就伫现场。熊本城地震，还有余震。台湾的旅客录影翕到发生地震的时阵，新本城的城墙崩落来，风背山飞的景象。另外一边，民众伫咧街仔路聚集，甚至直接就坐伫咧涂骹。因为发生地震的时阵，当地饭店是紧急疏散旅客去到户外空旷所在避难。因为嘛有袂少台湾的旅行团登咧当地，根据旅行社将情况，可乐旅游有476位旅客伫咧新本当地拢平安无代志。现在旅游伫九州地区有超过400位旅客甲领队，也全部拢安全。东南旅游甲李天下、五福旅游伫咧九州地区的旅行团，目前同款是全员平安。大地震也造成新本机场关起来，伫台南机场甚至有人已经将飞行机搁互人请落来，有人是被迫取消旅程，嘛有人等待通知才搁改行程。就是上机了，然后确定熊本机场关闭以后就再下来。会不会觉得很突然？有啊，小孩子哭。因那咱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要伫29去到福冈考察高铁，部分立委已经去到当地，包含国民党立委黄建和、游和，也有民进党立委柯志杰、徐富贵等等，目前人拢平安。那后来我们就取消相关的行程，那直接回到回到住处的地方。那在回来房间之后，大概到下午5点的时候，又收到余震的一个警报。那这个房间里面的一些东西当然有碎裂，有一些破裂。我们也听闻熊本发生7.1级的大地震，也觉得非常的心痛。祝福熊本人能够一切平安，也希望说救灾一切顺利。台积电伫咧新本的 JASM 厂区嘛，当着大地震的考验。台积电回应讲，第一时间就已经疏散人员，目前厂区内底所有的人拢确认安全无问题，也已经完成厂区建筑物检查，确认无问题了后，转去生产线。咱的总统赖清德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表示，当咧密切关注当地情势，台湾已经准备好势，随时会当提供协助，希望当地民众拢平安无代志。前总统蔡英文嘛透过社群平台用日语来发文，讲到台湾有真侪人拢咧关心新本，咱拢甲日本的朋友徛斗阵，希望大家都爱保重，祝福每一位朋友拢平安。咱的外交部表示讲，伫第一时间已经表达慰问，而且也指示咱驻福冈的办事处了解灾情甲国民受影响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好，希望日本的这救灾的工作会当一切顺利。继续来关心咱台湾的台南呢，是来发生一件真严重的车祸。有一台大货车是驶对新化区一搭小路的时，因为这道路咧施工，这台大货车全安尼直接捌去，无去注意到后壁阁有一台乌托邦，所以当场甲人弄糊倒，而且阁拖尾100公尺遮尔远。加在这个骑乌托邦的是敢若一寡侧伤尔，并无性命危险。电眼翕到一台载大型水桶的大货车，二白下晡对台南新化区中山路898巷附近的小路驶来，后面对一台乌托邦，无经过过一个啊，大货车向捌去，原本对咧后面的车就安尼夹入去，连人带车互大货车一路拖咧行100公尺，大货车哪像无注意到后面的状况，货车停落来，驾驶才发现弄到人啊，加在这个起事送病院治疗。敢若侧伤无性命危险。警方对双方实施酒测后，双方均未有饮酒情事。杨姓男子倒车未依规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0条第2款规定，本分局依规定自当局发，依法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
实际找到货车业者出面解说，因为迄时才当咧乌达马加地苏封路，大货车因为无法度登驶，驾驶者直接八股。因讲其实大货车顶悬有装相关的显影系统，毋过那像因为死角才发生安尼。当伊从塞袂过，人个个机民伊塞到等啊，所以也倒车回来。不知道后面的车子跟在后面，我早嘛是去病院看，结果伊讲出院了，我们来找个适当时间去跟他关心一下。大型车的部分，左转及右转的时候会有警示音，那在倒退的时候也会有警示音。强制要求有一个叫做那个视野辅助的功能。警方呼吁汽车驾驶在路上要随时注意四周边的路况，嘛提醒骑多摆的民众，骑车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唔通骑相扒，确保家己的性命财产安全。记者楚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南投的第16线站，是来发生一件连环车祸，这是4台汽车甲1台乌托邦安尼弄做伙，零件落甲规四架，造成3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根据了解，哪像就是1台车先去弄头前台，再搁弄入对向的车道，也毋过详细原因还搁需要调查。接到报案了后，消防车、警车甲救护车拢赶到现场。事发地点伫咧南投县民间乡的关节路，已经严重塞车，袂顶袂动。因为并车了后，搁咧请援，消防人员是拿拍火，救护人员嘛赶紧用破坏器材来救人，而且进行减伤分类甲紧急的医疗处置。画面当中会当看到2台车卡伫咧大路，普色Toyota休旅车车头严重毁损。挡风玻璃已经破去，伫咧驾驶座的安全气囊变开，零件嘛喷甲一四架。会当想到迄当阵是弄甲偌大力，有一台乌托邦是夹伫咧车甲山边中间。因为伊头前这只车佫较惨，规个并车变形甲看袂出原底是生做什么形。像现场大概就是2台车子翻覆，然后1台车内有3人夹困，1台车内2人受困。除了这3台车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车子被波及？是还有另外一台车子车头受损。南投县消防局表示，这件车祸咱像是1台轿车先弄到头前共向的车辆了后，失控弄去对向的车道，佮弄到货车、箱仔车甲乌托邦，拢总出动1个分队的消防、救护车甲警消，将受伤的民众拢送去真济间病院来抢救。这件事件拢总有7个人受伤，其中71岁姓张的查甫人，甲72岁姓洪的查某人，也佮有53岁姓廖的查某人重伤不治死亡。另外，阁有4个人受伤送病院治疗，详细事故原因甲责任，也阁等待警方进一步来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寮的永丰路段呢，伫6月时发生2只狗仔冲去车路，结果弄到骑乌托邦的人，害人累残受伤的意外。其实在地人讲，这已经毋是头一届发生啊。警方是表示讲，这狗仔无目锁啊，走出来了代志，安尼就照道交条例，也阁有动保自治条例，甲主人裁罚。民众经过一间人家厝，就看到2只无目锁的狗仔冲出来，疑似要共虐。这时，一个骑乌托邦技师在伊的查某孙仔拄好经过，弄到狗仔了后，摔伫涂骹。狗仔敢若向走出来要虐对面的人的款啊，阮狗仔都袂赴啊，都弄到啊，只长30啊，只离去啊，倒边拢伤啊。面的空喙又搁大又搁深，骹嘛有真侪刺伤，互摔车的技师心还阁会惊。代志就伫咧6月初3，高雄大寮永丰路发生的。在地居民就表示，这狗仔冲出来虐人共吠，已经毋是头一摆啊。1月阁有时大，带骑3轮车囡仔经过，嘛互雄走出来狗仔吓惊着。足济啊，讲伊拢无要听，就安尼。迄伊的狗啊，我囝本身甲讲过2-3遍，伊拢无要听，约到拢安尼啊，去跋倒啊。狗仔是为一家社区关怀中心走出来的，居民就讲，这个狗仔是关怀中心饲的，毋过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否认，而且拒绝访问，敢若讲狗仔是正经关怀中心的时代带来的。饲养犬只务必善尽管理责任，切勿放养，外出务必系绳牵紧，违者依《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84条规定，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无论主人是啥，出去外口无目锁啊，毋若违反道交条例，造成车祸，佫有肇事责任。同款接到通报的动保处嘛表示，主人甲狗仔放咧，互伊乱扫，嘛违反高雄市动保自治条例，已经罚3000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
新竹公务局中呢，昨是办这个叶卵营队去到台东的阿朗伊古道，也毋过行无偌久的时间，就互一阵风飞来甲攻击啊！这团队是拆做2边走去避难，尾仔也是有这11个人去互定着。加在伫治疗了后，这人即马全部拢平安。等一下，有啊，要等一下。你几个？还没有其他被盯到。消防队员到场，赶紧替学生囡仔处理好后头旁定着所在。开走200公尺，就有学生说：“我被盯了，大家蹲下来。”新竹的公务局中书记省长也去到阿龙一古道进行美古道探索活动，想袂到拄去行无偌久，就发现去后旁定着意外。集结过程当中，他们的团队就拆成2个部分，一个部分就往前面去避难，一个部分往后面去避难。那往后面避难的比较快出来，所以他们在我们还没抵达之前，有些部分已经先自行送医。剩下的大团队的话，就是往前面避难那一群。那为了避免回过头来再有危险，所以就是带着他们走海边。从海边这边迂回到安全的一个地点，这样子。苏生包含做志工医护，拢总45个人，有11个去互旁定着，有的先家己就医。其他的人嘛去互环顺队送到大埔卫生所，目前拢无性命危险。消防局呼吁，即马是芳活动的时期，若要上山，就一定要提悬警觉。若发现芳树或者是顺路芳，千万唔通乌白一，也是去驶人，就要保持冷静、安静、撤离，才袂受到芳的攻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彰化市民族路一间卖糕肉的店呢，是半暝时发生火灾，加在有民众看到就随去报案，这消防人员也真紧就甲火拍花。初步判断就是因为这煮物件油鼎插头无拔，害温度伤悬才会火烧。为画面中会当看到店面的工作区着火，而且火烧甲真猛。彰化市民族路一间鹅肉摊，拜三天也未光，1点的时阵，消防局接到民众报案，讲发生火灾，嘛加在有民众发现，随报警处理，真紧就甲火拍花。店员透早嘛赶紧来整理。嘛唔知，因为我暗晡袂食。照道理来讲，你甲油鼎拔掉，正常来讲是袂着火的。你啊9点我拔掉嘛。消防局表示，这间着火店面是搭铁档的建筑物，因为附近有真侪店家甲徛家，拍火时就惊火势摊开，因出动8台消防车、1台救护车，甲16位消防人员前往救灾。着火面积大约1平方公尺，无人员受伤。初步研判是因为煮物件油鼎插头无拔起来，油鼎温度伤悬才会着火。那到现场呢，我们从外观看，它是已经有明火的状况。那大概是在厨房位置有一个类似炸东西的炉具，起火这样子。初步判断应该是它炉具的部分，它是吃电的、插电的，也不是用明火的。那它可能店家在休息之后没有去把炉具的电源关闭，那造成它油温持续的加温，然后到达燃点之后起火。消防局提醒，无论是营业场所也是徛家，电器使用了后，拢要注意甲电源测试插头拔掉，避免小拍电也是电器烧起来引起火灾意外。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那西班牙的巴塞隆纳是地下铁的泵坑火烧，可能就是这泵坑内底的烧炭变形落下来，去吸到这个电车线才会着火。消防人员是帮助撤离120个人，有真侪人拢互这乌烟甲捉到，有39个人送病院治疗。巴塞隆纳的地铁站外口有封锁线，支持一台对克洛特要驶去格洛里亚斯地铁站的列车伫驶的时阵，发现这铁机路头前敢若着火，一阵的浓烟拢冲入去车厢内，伊当阵真紧急，互乘客是真惊吓。Intentamos primero salir, al momento de salir lo que había era más humo, entonces intentamos quedarnos adentro tirados en el suelo. Habían niños, habían señoras mayores que tampoco sabían qué hacer.Procuramos mantener la calma, pero en sí los gritos que se escuchaban eran de terror. 地铁营运公司伫调查了后研判，着火原因有可能是泵坑的内壁翘壳，去吸着电车线引发火势。好在在列车伫离火源50公尺的时阵，水动起来，而且随通报控制中心。到现场的消防员是用2支炮火管水甲火拍花。虽然讲火势无大，但嘛是有超过100个乘客因为闻到浓烟出现一寡镜头接受评估。医疗人员嘛随着伫现场开始救援。Han ayudat a treure les persones, aproximadament
60 persones per cada una de les boques i en aquest sentit també hem estès mànigues per accedir en aquest possible incendi。这泰隆尼亚医疗紧急救援系统是派19台救护车替现场乘客来做检伤评估，而且把伤势较严重的伤患紧送病院去治疗。事发在乌伫个2条地铁线交汇的克洛特站暂停营运，2条地铁线的班次嘛受影响，暗算28了会陆续来恢复营运。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这个美国甲加拿大相接的豪爱国际大桥呢，伫7月27已经正式通车。这条桥是北美这几冬来上界大的基础建设，这是关系到两国逐工几60亿美金的交易。也毋过呢，即马双方煞因为关税战的问题，所以连通车的典礼也无举办。路人的车驶去新的6线道的桥，这条下过得到绿号的豪爱国际大橋，27正式开放通行。车做美国加拿大之间上新上重要下境运输的通道。We share a lot of economics across the border. Literally billions of dollars come across this waterway every day. 豪爱大橋2018年动工，2.4公里长，橋面上悬离水面46公尺。加拿大开64亿加拿大钱来起，而且以加拿大冰球团旗，也就是捌伫得到率红十队真侪年的选手豪爱来号名。这个工程因为新冠疫情等等的因素延前，到今年才落成。通车的时阵，佫拄到两国贸易的关系向恶化。加拿大是取消原底甲美国共同庆祝的下国剪彩典礼，加拿大各方面低调庆祝。原因是因为川普讲要对加拿大商品加扣50%的关税，互这条桥受到政治的抗议。A day of relief, because this ha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from when the agreement was first signed. Through all the hoops and hurdles that we've gone through in order to get this bridge finally built, and then the most recent delays, I think everyone in this region is just relieved that it is finally happening. 今年2月，川普就捌威胁阻挡豪爱大橋通車，美加拿大各省拒绝甲酒销去美国，而且甲美国牛奶的制品扣关税。抑阁甲中国进行贸易的谈判，要求中心协商这条桥的权益。双方后续虽然有就通车达成协议，不过过路费的收益安怎分配，为当时开始分，到今也是一人讲一款。加拿大出口的产品差不多有70%拢销去美国。过去包括汽车产业在内各种的货物运输，拢都爱行附近另外一条私人经营的大细桥。即马豪爱大桥是更较紧、更较方便的替代路线。如期通车了后，嘛代表双边密切的贸易关系是真恶去互政治竞争阻断。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继续来关心日本这回大地震，咱专家郭凯文伊是表示讲，这规模7.1的大地震，差不多就是22粒原子炸弹的威力啊，甚至是有可能会引起火山爆发的。所以建议最近要去到日本九州中部的民众先慢车过去。要那台湾是敢会受到这个地震的影响呢？目前这地震测报中心是强调讲，这太平洋海啸中心并无甲台湾列作是受到威胁的范围。日本九州熊本县2月发生7.1规模真大的地震，地震深度仅10公里，有一寡沿海地区发布海中警报。了后，马上连续传出真侪地震尾。前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的主任郭凯文就表示，规模7.1的地震差不多甲22粒原子弹爆在力同款，说尾可能会引起阿苏火山爆发。建议讲，最近要去日本九州中部佚佗的民众，先慢车较安全。主要是以熊本为主的那2条断层哦，就是那个步田川跟日奈久。那这2条断层汇集了以后，就是共同一起指向那个阿苏山。那它大概成了一个倒 Y 字形。阿苏火山哈，那个也有那个喷发的这种可能性哦。也那学者就指出，这摆熊本地震和南海海泽地震，伫咧地理甲板块构造顶头是有关联的，两个拢受到菲律宾海板块西北边温物积压的影响。毋过属于无同款的地震破裂系统，特别注意的所在是伫咧南海海泽的100年大地震时间已经到，刷下来最近这几天附近的地区可能有较大规模的地震。1940几年到现在已经80年了，其实它已经很接近它的周期了，所以他们认为南海潮发生规模8以上地震的几率大概有80%就是了。也那台湾敢会受到影响？学者就强调，虽望南海海泽温物带延伸到台湾东部花莲沿海，毋过距离真远，而且规模7.1地震释放的能量不足，
所以，如果台湾板块运动可能袂影响到。也那气象署地动测报中心也指出，太平洋海象中心目前无甲台湾列入威胁范围。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发生这么大的地动后，外界也开始关注讲，在台湾的工厂的状况到底是安怎？台积电是表示讲，目前这厂区内所有的人拢平安，因嘛已经完成检查，结果拢无受到损害。也那咱经济部也发出声明稿，讲包括着建华、台达电、友坤，也有东京机器等等的大厂，目前这营运暂时拢无受到影响。日本大地动嘛考验台厂半导体供应链的韧性。回顾2021年年底，增援台港的大厂台积电宣布去到日本设厂了后，带动台厂去到日本的风潮。若即届规模7个地动，台积电讲，伫日本新本的 JASM 增援厂测到上大的进度是5，目前厂区内底所有的人员拢平安。地动过了后 ，JASM 厂区嘛完成建筑物的损害检查，确定结构安全无问题了后，会豆豆来复工。不过外界嘛烦恼停工对产能造成的冲击。不要忘掉，熊本一厂最主要的一个客户就是日本的 Sony 的厂房，它受损的程度将会影响到台积电熊本一厂下半年的产能利用率，因为两边的一个产线其实是彼此作业是彼此相连的，导致产能利用率偏低。那么其实极有可能会让熊本一厂从原本的获利又回到亏损的一个状况，这个是不能不注意的一件事情。专家讲，台积电伫熊本一厂的产能差不多200多个基台，经过校正检测了后，才会当复工，背后的时间差不多1-2礼拜。若地动迄当阵推估影响的范围，差不多是4万片12寸晶圆的损失，以22-28奈米，也有12-16奈米为主。客户包括车用，也有工业控制市场，虽然会当用保险来理赔，不过对迄类的影响嘛是爱搁观察。因为半导体厂影响会比较大，像它有那个10音炉管哦，那个有时候很容易被震破，那个应该都很小，因为一般的工厂地震除非房屋毁坏。其他台厂的部分，经济部发声明表示，福冈经济组初步去问了后，包括建华、台达电、友坤、东京机器等等的大厂，拢回复讲人员是平安的，厂区的营运暂时无受影响。另外，半导体制定内底的消磨品之一的石英罗钢的供应商中越，嘛讲机械团队伫第一时间确认，伫仓库内底的罗钢石英状况拢真好。若再生的晶圆，也有特殊化学品嘛拢无歹去，会当随时配合客户的需求，启动紧急出货，也有补给调度。记者综合报道。经济消息来看，这美国4大指数昨是博介济，所以今仔日在亚洲的股市其实表现嘛无介偌好。台股今仔日是继续跌，这盘中呢是落超过1800点，落尾4万点是走无掉的。所以即马开始有立委就开始关注讲，这国安基金敢会入场咧？财政部长曾翠云伊是表示讲，目前会继续来关注这国际局势，也有台股的势面。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落测要5%，拜三韩股和日股开盘成功逆势变红，可惜1点钟了后会失去双双并乌太真雄，日股落超过1%，韩股落特别7%，台股嘛是变红一下就随大跳水，只是落破4万点，上价来到39743点，落超过1800点。假设他们释放出来的语气是目前的通膨还是明显高于2%，那需要比较大的力道去让通膨回到2%，那这种会被解读为中性偏向鹰派，那这种论点的话，就容易造成指数的更进一步的下修。专家分析，这礼拜台股走势真受国际大事影响，首先是美国联准会召开7月有 FOMC 利率会议。会后的单位若是中性偏软，市场的反弹力道会较大。另外，包括微软、Meta、苹果、Amazon 拢会公布财报，若是通比预期的更较好，会互市场恢复信心。最后是南韩提早这礼拜5收安各国更关 ETF 监管亚关基础保证金。国安基金的幕僚是持续的关注有关股市的一些动向，以及相关的金管会如果有相关措施，它的一些成效。因为最近台股落测容易清点起跳，国安基金敢是要进场？也是要去观察，专家分析，拜三除了团产类股有起，其他族群拢真稀微。关达股台积电股价盘中上价
2200块，抹落了80块遐济。联电、旺宏、华邦电拢4火落停。有法人指出，最近的盘面有真侪个股落停，月底之前可能会个出现断头的状况。账面上的亏损不断的扩大，你看到不止损不行，你再把股票卖出来，下杀的这个过程里面，散户的操作有可能就是被迫断头或者被迫卖出。学者建议，以操作更管进股市的民众，要注意违约交割的风险，合约投资不是稳赚袂了，要审慎做好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好，其实今年顶半年呢，这台股是受到 AI 的带动，所以指数是安尼一直冲悬。有民众就因为安尼股票是赚1300万，结果呢，煞互人家怪去，讲要领900万的现金去投资屏东的渔稳啊。也毋过其实伊连安怎投资，也是讲这渔稳啊到底伫倒，伊拢毋知影。加在后来是经过这警方的考验，才替伊甲这900万的现金收好掉。警察接到通报，有民众去银行要领900万的现金，疑似是互人诈骗。对啊，某一个地点嘛是几分什么地号咧，应该会知吧？伊跟因真正做的啦。原来这个查甫平常时惯势投资股票，投资 AI 概念股，赚到1300万。朋友介绍屏东林恒有渔稳勇士事业会当投资，所以准备要领900万转投资。虽然渔稳正确的地号伫倒都唔知影。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看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更是一知半解，研判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警察随个找来考验，搁进一步调查了后，确认这是诈骗。2026顶半年，台股伫个 AI 类股刺激之下，指数一直冲悬，未少人赚到钱，嘛真够变成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其他的民众是分享讲，大间银行拢有防诈骗的宣导，出面的人嘛会互相提醒。就不能道听途说，也不能相信营业员。我太太也被我教得很懂。警方是提醒，投资进前要彻底了解投资目标是不是真的。若怀疑是诈骗，会当卡165的反诈骗专线，也是直接报警，才会当守护家己的财产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中联部地有的风波，这台北市长蒋万安，伊是讲行政院长杜英泰应该就爱落台负责，而且伊个点名这高雄市长陈其迈，伊讲陈其迈是真好的接班人选。也若陈其迈听到，伊是回应讲，其实这目前的高雄市长上界重要的代志，就是爱甲是安尼工课甲做好。那高雄市都拢安尼做啊，台北市长嘛应该就爱共款才对。动物园很常做的一个操作。和正式登场的小鸟鴞活动合影，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牵成的两只小鸟鴞同步交流，分别合作甜甜乐乐。不过外界关注蒋万安因为问题油事件，搁再提起倒个的议题，搁点名高雄市长陈其迈是真好的个贵人选。我认为陈其迈市长会是很好的人选，因为他有很高的施政满意度，而且在这一次毒用事件处理当中，我看到的他敢于为高雄市民发声。而且都是以市民的健康食安为优先的考量，坚定立场，这非常不容易，我也很佩服。针对倒个议题，蒋万安强调，在野应该先充分讨论，形成共识。29嘛，阁发讲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要为着这届是安风暴落台负责。问题由何人民受害，执政政府哪通伫这时替换各位，除了会当落实责任政治，嘛通偷开政治死角。正如昨天侯友宜市长所说的。每个人都要把工作做好，卡实在。高雄市长的工作，目前最重要就是要把食安的工作做好，能够替市民把关。高雄市长是如此，台北市长也应该是如此。陈其迈表示，伊对市民有承诺，就要甲高雄市的建设就上顶顶的石头做好、做满到任期的最后一天。嘛，中心大家人拢爱甲工课做好。地方政府的工课伫食安，就是应该爱负责，包括查厂、查验，中央就负责政策规划制定和协调，中央甲地方合作，才通甲工课做好。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来主持将官进任的授阶典礼，搁再讲到这无人载具，即马已经是真重要的战略啊。也毋过目前咱国内立法院针对着相关的条文，也是无共识。赖总统伊是搁再呼吁，毋望这条约会当做伙来支持政院版本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行政院依据国军需求，提出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规划筹购滨海监侦型
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罗总统是强调讲，这无人载具的技术呢，伊换新是真紧的，所以采购除了爱确保数量以外，也要兼顾到伊的速度，也佮有系统的维护等等。伊认为讲，透过明确的分工，才会当兼顾到国防自主，也佮有产业发展，互国家的资源会当转做是咱所需要的战斗能力。那边也提案的台湾理小成长甲未来口罩条例已经三读通过，一档可能爱开2000多亿的经费。也毋过行政院其实嘛有推出0至18岁成长津贴，这预算呢是较无到2000亿。即马煞有风声讲，这行政院呢有可能是用唔负数、唔执行来甲处理。小组化变国安危机，立法院会顶礼拜五三读通过由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做伙推出的台湾儿少成长甲未来孝护条例，而且每年爱支出差不多2162亿，比行政院规划的0至18岁成长津贴政策1851亿，加差不多311亿。行政院已经把成长津贴经费纳入明年度总预算，传出对立法院版本可能会用无附属，还是附属了后无执行方式处理。行政院会依循既定的政策规划，持续稳健推动各项措施，落实对国人家庭的支持。总统府表示，依照宪法规定，立法院权责是议决预算，行政院负责编的预算加施政规划，嘛暗示处理态度。行政院导用台为上任以来对在违法灌溉条例、卫星广播电视法、当选条例、加立法院组织法修法，拢已经确定无附属。军人待遇条例、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等修法是无编入预算执行。不附属不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到底还要多久？现在面对民生法案，面对国安危机，面对抢救出生率，我们应该要更加的积极，应该要全体一致，不分朝野。他所参考的是英国的相关的设计，可是这个英国的制度，其实在2011年就已经被废除。那除了政府根本经费不足之外，还有就是大家认为这个只有让儿少的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民进党团是批评南北党团的未来孝护违反宪政制度加预算法，而且无交代财源，也有可能扩大贫富差距，强调应该支持每年都会当领的行政院版成长津贴。记者采访报道。陆委会统计，这台湾人最近这2冬去到中国失联等等的通报已经有402个啊。这当中的有216人是互中国甲关起来。也毋过在亚说，这个讲今年顶半年台湾人去到中国旅游都有285万人次，这失联的比例是有降低，所以爱陆委会这话唔通讲甲伤超过。各人去到中国失联的人愈来愈多。陆委会上新的报告显示，按2024年到今年7月22日，这2冬来，各人去到中国失联，去用留伫咧遐搬查，或者是疑似去用限制人身自由的通报案件，累积402人。这中间，中国关押216人，牵涉诈骗的134人，刑事案件58人，宗教案件23人，国安案件1个人。今年还是有每月16个人。可见这个增加的数字还是非常高，国人赴陆的风险急剧的攀升。陆委会分析，咱国的人去到中国旅游去用搬查，常常会去用要求检查手机内底内容，也有随身的物件，尤其是现职、退职、离职的公务人员占上济，占一半。国民党立委廖先祥表示，进前咱国的人去到中国旅游达到323万人次，若今年顶半年嘛来到285万人次，讲国人去到中国失联的比例有下降，化成陆委会卖真做放养的囡仔。可能不够周全的资讯，或者是蓄意堆出来的一些风险的时候，当国人忽视了未来真的有风险发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陆委会就变成放羊的孩子了，不会有人在乎或者是重视我们陆委会所发布的一个警讯。那他又鼓励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去那边积极统战，那我们的年轻人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哦。这个年轻人如果过去就被抓起来了，就委员所说的那个样态，
我们去识别化把那个样态呈现出来。另外，中国7月初1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日本媒体人矢板明夫伫咧7月初6就去予香港的查甫人攻击，外界关心敢是中国下过花来犯案例。警政署长张英兴回应，初步检判，这不是单纯的伤害案，是跨境镇压。有类似这些案件，我们不能以一般刑案来作为一个处置，那就是处理这些案件的要有这些敏感，我们的远景要有这些的敏感度。是不是有其他的境外的势力，包括香港好，或者是其他的黑势力也好，或者是其他，也许有其他的统战势力有进入这样子的方式，来造成我们国人呢在人身安全上面保障的一个这个状况。老世芳表示，即马为着避免矢板明夫启用攻击的案件，会互大家唔敢讲话。政府的斟酌来面对境外势力介入的可能性，警方、移民署、国安单位已经建立跨机关的合作机制，保护可能受到威胁的对象，嘛争取国际合作，对查幕后的黑手。记者综合报道。过来一通甲国法定性的是，互人指控非法偷装 GPS， 而且也偷卖民众的个资。即马经过新北地检署约谈，创办人赵维军是以300万交保，也来伊的后生赵必凯是150万交保，另外也佫有4个员工是升压。目前专案呢会向这妨害秘密，也佫有各自法定罪嫌来甲侦办，无排除会升到国安层级的调查。有没有宪兵给中国人？收红钱吗？面对问题，直直海头国华电信创办人赵维军有真侪关系企业一通电信嘛在内，检警查出两间公司毋若共用外部人员，涉嫌非法追踪监视，如今佫牵涉到国安风波。有觉得委屈吗？是吗？经过透明互信以300万交保，赵维军打出地检署，才吐几个字，就搁点点唔讲话。检方这波行动发现涉案的电信社有收14万受理100份外情案件，互人指控伫追踪的对象车卡违法偷盗 GPS。这个在法院上是稳定被认定说，他已经有触犯到妨害秘密，也就是因为它造成了说，可以完整的揭露你的隐私，就是你去哪里、生活作息等等，这种可能会是包含到个人隐私的这个行动。经过大规模的搜查，毋那掠赵维军，拢总10个人拢互人约谈。伊的后生赵维凯嘛伫名单内，先后交保150万，另外阁有4名员工互人升压。这桩看起来普通的婚外情案件，经过检警进一步的追查，意外发现案外案。为一名经理的通讯软体对话，查出伊为着趁钱，涉嫌出卖台湾人的个资予中国。来到涉办业者的公司无营业，毋过检方怀疑非法交易的个资，真有可能牵涉到国安甲政经重要人士的资讯，初步会向妨害秘密、个资法等等的罪嫌侦办，后续无排除可能会以国安层级来侦办，目前搁咧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府今仔日是伫市议会来进行实案报告，针对着中联地监油来说明。有议员是表示讲，若准市政府呢继续把这个责任撒互中央，对实案其实是无帮助的。另外有议员是怀疑这业者会自主检验，所以呼吁市政府未来就要抽检原料油。台中市食安处稽查人员继续追查中联油品的流向，到2月为止，已经落价回收大约79.3万公斤。继续调查包括市场、卖场、夜市啊、餐厅、食品制造、贩卖、甲供应食食的场合，搁核对进货、使用、退货、甲回收的记录，掌握相关的油品流向。而且台中市府2九嘛伫台中市议会进行食安的专案报告。现在台中市政府卢市长却把这样子的权限通通丢回给中央啊，也把责任通通推给其他人，那完全是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主管机关应尽的权责。接下来食安法若修法了，台中市府在稽查面的话，是不是可以加强量能？然后是否可以提高，不管是在频率上面，或是扩大稽查的范围，去保障食安？有议员认为，若市府对食安法相关的规定，也是认为责任拢伫中央，对管理食安无帮助，地方政府应该尽到相关的责任。另外，有议员烦恼未来查验上顶头的使用油的工厂的时，是不是会当验到原料油？卫生局长表示，会当随机抽验。如果说它在制成的过程中，我们就去抽的话，的确可以随机抽。比如它到桶子里啦，到运油车里面啦。好，这次的卫福部报告，它是提出材料跟制程出问题，所以如果中央可以在材料跟制程上把关，尤其它的制程要监督的话，可能就会减少发生。
罗秀燕是表示，台中市检察院的业务正严，那中央会当针对业者的原料甲制停加强管理，涉案事件就会当减少发生。伊嘛希望中央检讨决策的机制，赶紧修法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甲应变的 SOP， 对源头建立预防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再来看新竹市也来清查这校园内底营养午餐使用的记录，确认拢总是有16间学校使用过41桶有问题的油。市政府是表示讲，目前除了会针对这家长甲学生的健康来加关心以外，嘛会向相关业者来讨赔偿。针对中央7月22日公布中联油脂有出问题上新的配合，新竹市政府拜三开记者会指出，根据清查全新竹市校园营养午餐记录，确认伫今年5月，拢总有16间学校捌使用过41桶有问题的油。总共有16所的学校在5月的时候曾经使用过相同批次的一个油品总共有41桶。那么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清查，而且是全面的一个清查我们比对了所有的问题的一个批号以及油品的一个整个的供餐的一个记录跟流向。在这个中联油品为还没有查清这个调查真相之前，还没有确凿之前，我们也不会再使用相关的油品在我们的校园的营养午餐或者我们市府所属的单位当中。市府指出，已经针对这16间学校说明事件发展，接下去会进一步来关心学生健康，未来会协助学校保存记录。市会根据消费者保护法，代替家长为受影响的学生，向相关业者要求损害赔偿。协助学校除了保存刚刚相关所说的证据以外，那我们也配合后续的查核作业，并且我们会协助家长来了解，包含后续如果家长这边希望能够参与到团体诉讼的部分，还有相关求偿的资讯，我们市政府会全力维护学生以及家长的合法权益。另外，针对之前有涉案疑虑的炊粉问题，市府搁再强调，经过调查，这批验出甲醛的炊粉绝对无纳入学校的营养午餐，希望家长放心。记者朱君豪新竹报道。高铁左营站的大厅呢，去撞到一个多元客停车司机要来甲招行李，结果这司机呢是驶过头，而且搁甲加收搬行李的费用，比伊家己叫车还搁较贵。这代志呢，伫网络引起真大的讨论，嘛有其他的人是有相像的经验的。这交通局是表示讲，伫这车站的大厅招人客，其实已经违法，而且嘛袂使加收钱的，所以就会针对司机来甲开罚。长长的大门提醒民众，若伫高铁左营站要坐车，一定要注意这个多元计程车司机。民众讲，伊28伫高铁大厅撞到这个司机来招坐车，想要到司机家己开过头，车钱430块，佮讲搬行李爱加钱，每手总共收机500块，和当事者认为真无合理。不过，当事司机所讲，伊只是煞喙问伊要坐车无，车顶嘛有打告示讲搬行李会加收钱。有民众讲，高铁左营站车定拄有人来招坐车，不过伊唔敢学白坐，怕遇到不好的司机啊，或者是被载到哪里都不知道，因为你对这里的环境不熟悉，所以还是用排班比较安全。就不喜欢被强迫，好像一定要搭他的那种感觉。就是出高铁，我就会先用 APP 叫车这样，然后就等车来。其实高铁左营站第2楼的5号出口都有合约的计程车通好坐，不过煞定拄有多元计程车也是白牌车，利用3楼、4楼停车场前30分钟免费的优待，车停遐人走去大厅四界招客。民众讲，伊对落高铁行落来1楼就撞到几落下，不过警方讲这款行为已经违法，上悬会当罚3000块。于车站违规揽客、妨碍交通秩序者，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交通局这边会要求司机来说明之后，依照公路法的规定来做相关的处分。铁路警察局表示，违规招客司机若是白牌车，会当罚10万以上2500万以下罚款。若交通局嘛强调，多元计程车敢若会当载事先约好的人客，同时照规定跳表收钱。交通局会要求司机来说明，若确认违规事实，会照公路法上悬罚9万。记者柯家族用高雄场报道。高雄市青少年创意机器人的比赛，今年呢拢总是有226队来参加，包括着设计、组合，也有写程式、控制等等，全部拢是这个囡仔人家己想、家己做的，有影是介厉害。
机器人连进前、连退后，角度调整好势了后，就甲比赛任务规定的差角按照色水入去对镜的所在放。高雄市青少年创纪机器人比赛因为风台延期，分做2、5、2、82天来办。主办单位表示，发展 AI 机器人已经是世界趋势。除了世界赛项目以外，今年比赛嘛头改增加机器鱼的比赛，才考验囡仔看冷气的能力。参赛队伍嘛比去年增加60多队，到时会对226队内底选出5队参加全国赛，期待有机会代表台湾参加世界赛。分国小、国中、高中3个年龄层，每一个年龄层呢，各有分做3个种类啦吼。上说是咱若比赛了，就成绩较好的，代表咱高雄市参加全国的比赛。孩子们的专注力，还有他们对问题解决、开发、创意思考能力是有明显具体增加的。机器人比赛考验的唔那是动手做尔，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年得到高中组冠军的学生讲，因拢是对幼儿园国小开始学，3年前嘛捌去参加世界赛，摕到第6名。丰富的比赛经验，那互因得到真侪对课业甚至未来就业拢真有帮助的能力。也看到国内外选手的无同。国外他们的团队概念很好，就是他们可能很多个队伍，他们是同一个国家，但他们不同队，他们也要互相竞争，但是他们会就聚在一起。我们台湾是以半导体出名，所以我觉得技术方面，我觉得我们台湾比较好。可是我觉得他们练习的量感觉比较大，因为我们台湾还是偏向升学导向。高雄市各中各小的机器人课程拢是用社团的方式在办，高中有开机器人课程的学校也是少数，大部分的囡仔拢是家己去找补习班学。主办单位讲，这几年比赛人数拢有增加，不过有的囡仔虽然有兴趣，在咧欠缺资源的情形下，也难免和机器人的推索遇到困难。记者郭家朱超阳高雄场报道。下晡晡的天气，稍后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的水汽游玩较济。台湾东南部、柑仔组会落局部短暂阵雨，东部甲中南部地区会落一寡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甲金门天乌是侪云到好天。过到西半部地区甲东北部、东部山区。阁会落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Thank you.